意外，第一个寒夜，阵阵的风雨声。爱情啊，谁人愿意做阮的好伴？怎样世间的风寒？回来曲现在是放哪一边？这个，那高频再多一点。阮是算忘年之交，有时阵伊嘛会讲一寡，像我心情若无好，伊若听到讲啊，陈老师可能最近心情歹，也是较低潮，伊拢会打电话来关心，尤其是黄老师，黄文英老师。足温柔的，讲话拢足细声。啊，你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啊？莫想遐济吼，就是敢若我的时代嘛，是我的姐姐安尼，会甲我关心。因做人足谦虚的，足谦虚的，抑阁有对人，我感觉拢是用真心伫交陪。像有时阵伊拢会，若过年过节啊，伊拢会寄物件互我。我住台北，伊住高雄。有时阵伊会寄水果，还有也是寄啥物饼，互我食安尼。有时阵伊若有徛台北，佫会专程打电话互我，找我出去食饭。就是拢袂去，互我感觉就是袂讲足现实的，就是讲为着要接近你安怎甲你伴烂。因两个翁仔某互我的感觉就是足温暖的。黄文英老师，英姐。感谢你对我这几年来长期的疼痛甲爱护。真侪我的生活上啊、家庭上啊，有时阵拄着啥物问题啊、困难，你甲周老师、洪哥拢真关心，我实在足感动的。希望阮永远拢是上好的朋友，阮是上好的。忘年之交，感谢你，谢谢。轻轻的一句话，听阮的真心话。是阮爱你较多，幸福爱家己做。绵绵的三月雪，听阮的相思话。青春毋通错过，牵手想要做阵伴。风吹讲吹，话流的情话，你敢知影？是真也是假？山明海誓，话流的安慰，莫做一个爱情的过路客。一句话，听阮的真心话。是阮爱你较多，幸福爱家己做。绵绵
的3月细，听阮的相思话。青春唔通错过，牵手想要做阵伴。风吹风吹，月亮的情话，你敢知影？是真也是假？山明海誓，月亮的安慰，莫做一个爱情的过路客。风吹风吹，月亮的情话，你敢知影？是真也是假？山明海誓，月亮的安慰，莫做一个爱情的过路客。台语歌坛艺术敢若是五彩色、变化万行的花园。每一个作者、作词作曲家，有伊无共款的手路、无共款的风格。今仔日，咱特别要来欢迎过去已经发表真侪作品，啊，毋过伊的本人讲起来真保守、真罕得，面对镜头，黄文英老师，老师欢迎。各位新所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英，文英啊。老师，其实吼，各种所知影，你过去用过几多个笔名，啊，唯一无改变就是对作品的要求无改变，拢真讲究。因为我伫南部嘛，那阮的人是较单纯、较简单，所以我就甲南部的唱片公司合作。唱片公司伊会要求讲，我敢会当用较侪的歌名，因为歌手拢兼我的歌。歌手就是爱你的作品，感觉讲你的作品安尼，甲人无相共，毋才经你的歌。有一个歌手兼6条歌，头家就讲，6条歌，人会讲阮唱片公司无人才看我会当好介侪个笔名无，较侪笔名安尼，无共歌路的歌，就用即个笔名安尼，嘿。你的先生吼，周老师，你咱合作写歌，会用咧讲真真正正有足侪好听的作品，嘛用过真侪无共笔名。7年前开始，我就用黄文英的笔名，我较早拢用玉梅，就是我的本名，个周心苑，个黄文英，个齐燕，这几人的笔名啦，就是其实本名我可能就是用我的心情来创作，对啊。那我有故事的，我就用黄文英。过我即马拢是黄文英较侪，拢已经就是我感觉讲，介侪个笔名，加上做食亏，无人知影阮的存在。阮歌迷嘛做食亏的，因为研究足久才知影讲，原来拢是你的作品。其实我是写词开始，那应该我是甲阮先生周志宏老师学的，因为你就知影讲，一开始写词了后，迄灵感大发我就一直写咧，写几百条的，伊拢无闲甲我谱曲，了后呢，我就只好改学做曲，一个越句一个越句，安尼学甲会当完成一首歌，所以会当行这条路，其实我嘛是爱感谢我的先生周志宏老师。老师，你唔得感骂，啥物甲感谢？拢无甲我作曲，囥遮侪条，你唔得感骂？就是因为伊无用所以伊甲我对调的歌词拢甲我对调的，所以我毋才会晓写曲系其实我嘛是定定甲伊冤家，就为着作品好因为大家拢知影，我的先生伊是本来是
做客，伊个是编课老师，所以伊对每一个音拢做要求，所以阮嘛是甲伊学介济。我感觉讲有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吼，拢是阮先生伊甲我牵线的较济。你跟周老师两个吼，互相少年时是安怎样熟悉？阮是国中隔壁班的同学，同校的，同年纪，嘿，伊其实阮咧读册的时阵吼，无交往，毋过是好朋友。好朋友久啊呢，阮就知影性，就感觉讲，伊就感觉讲这个人上适合伊，我嘛感觉讲伊上适合阮，我知影伊的过程，伊辛苦的过程，伊对音乐的坚持，伊个对这个行业的热情，所以我感觉讲，阮会做伙吼是互相了解。因为头拄我咧讲吼，我上了解伊的过程，这句话内底听起来都有真侪辛苦呢。对啊，伊有一摆，伊打电话甲我讲，咱分手好啊，系啊，我就一直流目屎讲为虾米？为虾米？伊讲做音乐这条路会足辛苦可能你会食袂饱，我可能无法度饲你安尼啊。伊讲分手啊，咱分手吼，对我会较好，我会当去找有钱的人。我讲我迄差几岁的时阵？18岁，18岁、20岁。我过我就甲讲，我相信你。我本来你会当甲我饲互饱，你嘛是会当甲我饲互肥。即马就是安尼，我是感觉讲，阮对物质的要求吼，毋是介济，过精神上的要求，阮是较要求啦。所以讲我是支持伊的，所以阮搁继续行落。我感觉安尼是对的，对啊。头拄我咧讲，所爱的人要甲我分开。是为着环境无奈，这种的心情，你敢捌甲写作歌？18岁迄当阵，迄个心情。捌。我有写一首歌，一张车票。迄就是我甲阮先生的故事。迄阵本来讲环境所逼，连我的父母都无赞成阮做伙，因为伊的环境伤过，除了伊的职业之外，因兜的环境较无遐好，所以父母会烦恼，所以阻止阮行做伙。迄阵伫台北，阮甲阮老爸冤家了后，伊无爱互我来见阮先生，甲我拍甲规身躯伤，系啊。过我嘛是来找阮先生，后来阮爸爸就想讲就爱着啊，所以伫迄个心情我赶一卡皮箱，我住屏东嘛，赶一卡皮箱就来找阮先生。那我就写一张，后来我就写一首歌，一张车票，嘿。是大人嘛是毋甘。对，过阮是大人，后来对阮先生。真正是做娱乐的，做介意的。伊当作家己的囝共款，因为伊看到伊的单纯，看到伊的无简单，佮看到伊的努力，无互我受到委屈安尼。天公伯啊吼，想将善良甲善良的人安尼扣做伙，这是上可贵的。
亲像野花随人打，希望幸福的未来，总是为世间所害，最心肝，看透人生苦短，醉心梦死，世间行一回，醉心肝。面对生活认真过，不甘我随风空中飞。杯中酒，芳入喉，苦酒伤心，伤心肝，想起爱情的对待，对落无边的苦海。醉心肝，看透人生苦短，醉心梦死，世间行一回，醉心肝。面对生活认真过，不甘我随风空中飞，醉心肝。面对生活认真过，不甘我随风空中虽然咱拢相信讲一定有一条路通行，是啊，毋过真正深开始咧拍拼的时阵，我相信艰苦啊，佫有坎坷，一定是难免。周老师，深开始对音乐这么坚持，到当时才小可安尼有一个家己的舞台。伊进前拢是伊是伫餐厅咧打工，啊暗时伫舞厅咧弹琴，啊佮伊落唱片公司了后，伊就伫伊的音乐内底。我感觉讲伊迄阵啊，阮有一个稳定的工课，稳定的收入，安尼阮就满足啊。啊，伊佮找着伊上喜意的音乐的工课，伊甲我讲过，伊即世人伊无法度做别项工课，加音乐尔。我感觉讲伊就是找着即条路，
真正感谢亚洲唱片公司，给阮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哈，阮的创作哈，较会当照阮家己的想法，照阮家己的理念，啊，佮照阮家己的活路，安尼风格行到真嘛。大家听到亚洲唱片吼，是，拢会掠准讲是较早出台语老歌，迄个亚洲唱片。啊，毋过咱知影，同一间唱片公司落尾手经营的线路是无共款，对，是以咱所讲的佛曲、对，宗教音乐、是，心灵音乐为主是。啊，各种啊所在，应该这条路线，周老师、周志宏老师是。下足侪心情伫内底，替伊拍足大的基础，对无？当初周老师伊是伫唱片公司做录音师，伊做录音师咧，伊对虽然对音乐啊，对作曲、对编曲有迄个理念嘛，有迄个热情，啊，过伊拄啊一个少年囡仔，20通岁尔。你去公司当然嘛是为基础开始做起，所以讲伊所以讲伊拢是以录音师为主为开始嘛。然后有一天，唱片公司的头家，伊就甲佛曲《寒山钟声》互逐个编曲师做。啊，逐个编曲师讲啊，这副歌我都袂晓做，啊，伊就等吼做周老师讲，无你做看卖。无想到讲这条歌做起来的，造成了足大的轰动啊！你咧讲寒山钟声包含一声佛号一声心，拢是即马上界普遍化的佛曲。啊，尤其我去当面甲周老师请教，迄本来人港剧的歌呢，啊，竟然你安尼改编，香港歌改到变完全无共款一种新的风格，佫会感动人，会钻入去人的心肝内的风格，实在足用心的。是因为伊单纯，伊对佛法哈嘛是有相应的所在，所以伊是我感觉是单纯的人。所以伊做心灵音乐、做佛歌，伊会当直指人心，所以我感觉这是伊厉害的所在。所以伊第2首歌有个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伊伫舞厅，伫迄款较热闹的场所，伫咧奏曲的时阵，是你嘛定定去找伊，啊嘛看真侪遮繁华的世间事，甚至讲稀微的世间事，对无？有当时啊啦，会去找伊，过伊我拢坐伫伊边啊，伊咧弹琴。可是阮写词的人，我感觉写词的人有一个特点哈，就是伊会晓观察，所以我就真正坐伫遐观察。我看到遐的舞女，伊拢伫舞厅嘛，我看到遐的舞女咧陪酒，然后笑脸迎人。对每一个人客拢笑眯眯、婀娜多姿的陪因跳舞。啊，毋过呢，我坐伫便所的出入口，所以因经过的时阵，我拢会看到。因面对人客是即个面吼，笑嗨嗨、足水的面，过伊挖过来面对便所的时阵，痛苦的面，伊是要入去便所吐，所以伊是啉酒啉到足痛苦的，然后迄种扭曲的面吼，互我看到，我就想讲，阮迄个时代，有啥人要来即种所在上班，拢嘛是环境所逼啊。就是因为即种观察，我才会写《巨星花》这条歌，倒来我就写词啊。嘿，这条歌讲起来，若无今仔日你安尼详细听文在，详细解说，阮是会当敢若听到歌内底的无奈，唔知影讲原来真实的过程遮尔啊艰苦，遮尔引人心肝酸。其实我是最爱看册，较早我就伫册店咧打工。其实我是先爱写诗，写诗了我把诗来转换成词，所以我对写词我做做讲究的啦。我有我家己的原则。搁有我嘛有我家己的人生的理念，我想讲要甲我的想法，甲我写伫歌内底，写伫词内底，至少是正向的。咱爱鼓励人的，咱的
人生吼，咱莫人生爱认真过，咱的生活爱认真过。咱爱感情的事，咱有当时爱放下，爱互家己快乐一点嘛。我的歌词足侪个用意拢伫遮。迄毋那正向，佫足唯美。这个我的个性，我较浪漫一点嘛，我较容易共情啊，那个同理心呐，嘿，我伫这方面，我可能比别人较侪一点嘛。周老师伫亚洲唱片做副曲了后，是，恁作词作曲开始，尤其以台语为主，安尼寄予唱片公司，是，互唱片公司互歌手听，这大约也是当时开始的代志。差不多20几年啊，得要30年啊。迄阵啊是一个作曲家，伊就看讲我拢，伊看到我的时阵，拢是咧摕一本册咧看，伊就想讲安尼我一定文笔袂歹，伊就叫我写台语歌曲、台语歌词，伊做曲安尼。毋过虽然讲头一条歌无成功，无互唱片公司得到青睐，我的已经就是我的兴趣的来啊，我就开始研究台语歌曲，我就开始写台语歌。我感觉台语是一个足奥妙、佮足美丽的一个言语。我的惯势就是我写一个词了后，我的有押韵嘛，所以我就会念一遍。当我念的时阵，我就已经为伊的音律受到感动，因为伊家己音律就家己出来啊。我刚才说台语歌、台语词呢，台语的这个言语哈，是一个做奥妙的啦。我只能安尼讲。老师先开始你头拄仔咧讲唱片公司是头一个无接纳，真正讲安尼咱歌卖出去，拄开始是倒一条？应该是张曼玲的歌《下去的回律》迄张专辑内底迄阵嘛是一个创作人咧甲我邀歌，讲有一个唱片公司伊需要台语歌看我会当互因无，安尼我就写，然后我就投稿无迄个唱片公司无去嫌，就用了后，我就开始就是因为我这个人较单纯嘛，我都无想要我就固定甲这个唱片公司合作，就是乾坤唱片，是。吹，游东花随风飞。你讲你会经过，花开时再相会。冬天起，春又花，花谢了飘落地，等袂着你写的一张被。落关时满天飞，花中落着五月雪，天星像大白，爱着啊飘零花。当初你讲情话，如今想来是笑亏。
天自由花，花谢了飘落地，等袂着你写的一张花。落花时满天飞，风中落着五月雪。天星啊，请歌迷，爱着啊飘零花。当初你讲情话，如今想来是笑话。你是我生命中的过客。落花时满天飞，风中落着五月雪。天星啊，请我迷，爱着啊飘零花。当初你讲情话，如今想来是笑话。你是我生命中的过客。风轻轻吹，花飘落地，等袂着你的情批。花笑我讲，青春无悔，等待着五月雪。你讲诶，我敢若甲一间唱片公司合作，啊，毋过吼，你是安尼，唱片公司每一个歌手音色、外形，包含伊过去唱过的歌，你拢共研究，拢共分析。啊，伊写啥物歌，互即个歌手才会合。我所知影，迄当阵伫乾坤唱片，超大多数的歌手拢有唱着恁的歌，啊嘛拢唱出一番的成绩呢。啊，我感觉是唱片公司，互我足侪机会。会当，伊嘛无去嫌讲用我的作品，啊，歌手呢，因咧选歌的时阵，嘛是互我足侪信心，这是我足感谢因的。所以张曼玲，哈，伊要去别间公司的时阵，我嘛是为伊写一条歌，我为伊这条歌，我甲唱片公司要求，我一定爱互张曼玲唱，迄条歌就是五月雪。我是为伊的音色，为伊所创作的。你针对张曼玲就去写，一定原来有故事，一定原来有心事，对无？是，这首歌呢是阮先生作曲的，伊作曲啊，我填词，伊先把曲做好，啊，我才来填词。啊，我填词有一个毛病，毋是讲毛病的惯习惯，我就是会去听音乐。听一两天了，伊意境出来啊，然后有伊上啊，伊的故事出来，我会想到啊，这个旋律我听起来，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曾经的故事，还是我朋友的故事，就会出现。我就写了五月雪，因为阮迄阵啊，定定去三义哈，迄油桐花咧飘落花的时阵，唱迄五月雪安尼，有够水的。啊，足侪，我嘛是定定去佚佗。去佚佗的时阵，我拢会甲同伙人讲啊，我明年会搁再来。我等开会的时阵会搁再来。啊，毋过等待开会的时阵呢，可能讲搁再来的迄个人，有别个代志总演着。甚至讲伊已经袂记这件代志，啊，佮有心人呐，听到这句话的人会等着五月雪，所以我就用这首歌来创作这个心情。这有够酸的呢，因为要紧的人才会等啊，因为真正感觉讲你会来，结果无啊，变做失望啊。是，我的歌吼，我拢有3段 A、B、C 3段。
足侪拢是 ABC 三段，个唱片公司就是想讲伤过长，拢会甲我卡掉最后一段。其实我最后一段开始重点，我会感谢喜多唱片公司哈，做制作伊无卡掉最后一段，伊甲我规条歌呈现出来。我最后下来的是风笑啊戆，系啊，等待着漂亮的人啊，漂亮的花，等待着5月雪安尼。你一个无定着的人，你一个漂亮的人，你等待伊是到最后是一场空啊，到最后是一个伤心尔，你等袂着的。老师上届残忍的就是在等待过程中，是互相约束的迄个，唔知影未来等袂着。咱唔知影咱今仔日的相逢已经是最后一摆啊，咱见到的已经是最后一面啊，明日你袂过来啊，这种感觉上届残忍。这拢是我朋友会发生的代志，虽然毋是我身躯顶发生的故事，过我拢会想到因的故事，想到因的遭遇，所以我拢会假如拢会写成我的歌词。所以我歌词内底我无希望讲只是应付甲字扣扣就好，我拢是有含义的。感动家己，自然就当感动听众，感动歌迷。所以我即马搁咧听这个歌的时阵，我永远是感动，我永远是目屎用要流出来，因为当初写这个歌是，我是用感动的心去写出来。阮嘛是安尼，互你安尼歌词拖咧行。讲到朋友吼，我知影讲，你伫乾坤唱片这个期间，交一个足要紧的朋友。今仔日阮有有听陈伟强老师伫咧讲起你，讲起周老师，甲恁两个翁仔某的交情，当阵先开始是安怎熟悉？拄仔开始，其实阮毋是结做好的，因为阮嘛是闽市第一张唱片公司迄阵阮互人陷害。应该是毋是讲行下，伊一个音乐总监讲有一个新的公司要成立爱歌跟爱编曲毋过我等待着歌已经出来我们还没有收到合约书，嘛无费用咱就莫讲所以讲当初伊要摕。陈制作伊要摕迄个分轨档的时阵，编曲拢有分轨档嘛。阮先生无爱互伊，因为伊讲拢无消无息你写啦。其实迄是中间人，拢把钱还有名字都拿走了，连名字都拿走。对，都说是他的创作，所以说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咱5月陈制作所以我得甲道歉我得甲讲一句话，因为这个代志，我们觉察到，阮爱家己出来面对唱片公司，面对甲阮邀歌的人，所以我得甲陈制作讲，我想要走出来，我想要行出来。陈制作听这句话，伊二话不说，伊甲伊所有唱片公司的资料，每一间的资料，伊的地址，伊的迄个制作人联络人的名跟电话，拢总互我一大串。真正是无简单，我想讲，阮是同业呢，系同行呢，伊拢唔惊讲我欠着伊的工课。你做歌，我嘛做歌。是。竟然讲你有困难，甲我开喙，我所有这个交配，用过我的公司联络的对象、电话、email， 我拢互你。陈伟强老师真正有北动。对，伊真正是北动足快所以呢，我今仔日会当行出来。会当面对遐侪唱片公司，个大家无去嫌用阮的作品，今仔日会到今仔日会行到
行到这，拢是陈伟强老师给阮的机会。你头拄仔咧讲，我爱徛出来，就是因为较早经过中人，即马中人规个甲阮赶去，连名都换过。你即马咧讲是安尼三言两语，毋过迄当阵一定足硬、足毋愿的啊。是迄种背叛呐，因为我足信任你的，啊，你安尼对待我，我当然会足艰苦。啊，毋过我想讲，啊，毋过我嘛是爱感谢伊。无伊今仔日，我袂讲决心，我要行出来，我要决心去面对大家唱片公司。嘿，老师，这是你甲周老师吼，有学佛法的人吼，你讲逆增上缘，逆增上缘。对。那我这个吼土人吼，我绝对袂使感谢迄种人啊，迄个当着吼。一定要过啦。当初嘛是过啊，系啊。啊，毋过我互伊一条路，我讲你全部你献我就撤稿。啊，真正伫开庭前一天，伊就献我就撤稿啊。因为对这种人，我袂使讲互伊论途轻过，咱嘛是爱互伊一个咱爱用正确的方法。去互伊知影，讲伊安尼做是毋对的。老师啊，你真正行出来面对遮尔一间唱片公司吼，是我感觉讲一定比较过去单纯，甲乾坤唱片合作，挑战搁较大。你像讲吼，月娘的情话这个歌，哇，大轰动，佮即马几落百万的点播，你一定完啊有研究过真侪心情，过去的作品，安尼才敲切过，才写出来，对无？因为这条歌阮是甲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创作老师，伊叫郑成杰老师，伊嘛是阮一张唱片结缘的，啊伊有写半首啊，吼，伊就甲这条歌等互阮，甲阮先生讲，你敢会使讲阮继续吼，甲完成这首歌，系啊，阮来合作一个安尼，啊阮就。其实足紧的，半点钟就完成啊！啊，完成了，阮就传互伊嘛，传互伊，因为足欢喜的，讲啊，那遐好听，大家拢足欢喜的，伊就送我一个爱心。啊，阮两个嘛送伊过来爱心，伊搁送爱心过来，因为阮伊伫马来西亚嘛，所以阮的合作拢是用网络咧合作的。所以迄阵啊，拄啊阮完成的时阵，是我的工作室是吼，就是伫迄个塘仔边啊3遍啊，已经过半暝啊，啊迄天拄啊15满月，就是一个月娘，就是伫塘仔边遐足光的，我就想啊，我就看到，我就想象吼，迄个月娘咧。边啊，拢爱心飞来飞过去，做浪漫的，做很浪漫呐。老师啊，你讲起来有真侪作品，真好，真用心咧写。毋过过去，袂听着讲唱片公司无遮尔讲究，无遮尔认真咧对待。今仔日我真欢喜，嘛是爱送伊爱心，青年的歌手，真拍拼的蔡明启，拢要来甲你重新来演唱。尤其吼，近来恁甲伊算真有往来。上届新的专辑《蔡明启》《稳》这条歌，嘛是你甲周老师苦心去捏出来。咱先来欢迎明启来甲咱唱歌。稍等咧，欢迎现主持台语歌坛真拍拼的少年歌手蔡明启来甲黄英老师做伙开讲。世间的缘分，离离合合又分分，一个不五的爱有几分？无情路有外重，恩恩爱爱甲缘分，一段情爱行到头尾有偌远？今仔日为情
袂困是身份，你若知感情命运甘梦，我的心亲像做无我的小芳船，浮浮沉沉行伫飘浪海中，千万心事无通忘，下起讨将缘分分，上惊是爱甲最后无准送。世间的缘分，离离合合又分分，一暝不我的爱有几分？无情路有偌重，恩恩爱爱甲缘分，一段情爱行到头袂有偌远。今仔日为情分。袂食袂困是身份，你若知感情命运甘梦，我的心亲像做无伴的小芳船，浮浮沉沉行伫飘浪海中，千万心事无通忘，下起讨将缘分分，上惊是。爱到最后无准送，我的心亲像做无伴的小芳船，浮浮沉沉行伫飘浪海中，千万心事无通忘，下起讨将缘分分，上惊是爱到最后。上惊是爱到最后无准算。欢迎台语歌坛即马真拍拼的青年歌手蔡明启来跟咱开讲。明启欢迎。国珍大哥你好啊，那个黄老师哦，我真正是看到黄老师啊，国珍大哥吼，我有一种心安的感觉。我嘛唔知影你落尾首阁出专辑，阁教学生，阁舞甲安尼遮大的场面，啊你是毋是爱唱歌？是毋是讲对台语歌有使命感、有责任，还是讲对爱教歌这个工作、教人唱歌这个工作？为什么讲安尼一直无法度放，安尼一直咧经营？其实我应该是幼稚园的老师，啊尾啊做甲园长，甲厝邻发落，啊其实我嘛对音乐较有兴趣，啊我一直想要换工课，阮厝邻无反对，啊我甲厝邻讲，我安怎就是想要行音乐的路，伊讲这无钱通赚，然后有一天厝邻发落，啊只是讲吼啊第二个，我拄啊排行第二个，哦这爱家己创业无？我同我对哦，安尼我来教唱歌拄啊好，来跋杯，敢有下，有下呢，那就来开落。其实我自应该甲目前为止，只要啦欢喜，嘛是听音乐、听歌、台语歌无欢喜，悲伤等等的有心情、有心事，拢来听音乐、听歌，我就感觉我就开满的呢。啊，你是安怎样甲黄老师互相熟悉？哦，这是咱第一张唱片的时阵，拄有一个新的公司开幕
伊带伊的歌手来互我教唱歌，啊，我毋知影头家伫个外口咧听我唱歌，啊，尾啊，当我拄我先签约起来，我当我变做因公司的第一个艺人，好啊，其中内底的专辑内底吼，拄我有黄老师一条歌对无？嘿，为你唱歌，啊，这条歌其实我听到的时阵 demo 的时阵，我感觉啊，听起来足，互人足感觉足温馨的，足温暖的，吼啊。嘛是真适合名气啊，尤其黄老师甲周老师，伊的歌吼，袂晓讲的，就是有一种特别的质感。唱到伊的歌了，尾也是安怎样讲，愈来愈接连到愈密切。因为我感觉吼，伊的歌有互我感觉系心情足欢喜的，然后有感觉有看到妈妈迄种亲切感，然后我感觉黄老师上特别是讲吼，伊足低调的。伊较袂讲哦，爱处理感觉我足够的，但是伊个足有实力的。伊用作品来向这个世间是表明、对讲话。嘿，我要请教名词，就是讲近来咧唱《稳》这条歌，是你甲黄老师开嘴讲，哇，我要做新专辑，特别写一条，还是毋是？拄我等到是黄老师已经写好。自第一张吼唱黄老师的歌了吼，我足爱黄老师的歌啊。一直拢无机会当唱着，我甲唱片公司讲老黄老师的歌足有质感的，嘛足伊的写的歌嘛足有适合我唱，敢会当甲黄老师邀歌。其实我嘛有偷偷甲黄老师讲，老师，我要出来哦，你敢有好歌会当先借我听一下，有适合我的歌互我听。我讲老师，安尼你这条敢会当甲我送去喜多唱片？麻烦互头家听一下，看有适合名词唱无安尼其实我嘛就感谢咱公司伊直接佮传2条歌来，名词你听看卖，这2条你对一条较介意，咱就用迄条。嘿，其实这嘛是我就欢喜，毋是讲动过了当我无去，因为通常无一定动过了会过来食。动过了，过来我家，我感觉我足感动，就是我嘛是要感谢公司足用心甲名词栽培安尼。大家拢是结好的。黄老师这条稳吼，安尼听起来吼，其实名词有开出甲你拜托。你敢会当原来甲阮讲一下讲，这条即马经过名词唱落去了，大家加减拢会知影开始咧互动啊。背后有啥物款的考虑，啥物款的故事，写这个词，写这个曲。我的朋友哈，他伫感情有一寡问题、创伤问题，伊拢会招我去算命。我就是观察，伫算命还是问神的时阵，伫边仔人，尤其是女人，上侪就是感情问题，所以因迄心内的坎坎坷坷哈，会起伏不定哈，所以就是我爱问。对未来咧无确定，所以爱问一个有结果的。上惊就是讲问到后来拢无准算，问到后来对方伊感情的对方，伊讲一句我无去爱你，的所有的付出拢无准算。拢加问。拢加问的，其实我的用意就是伫遮，所以我的创作创作了这首歌曲。其实这个有一个故事。阮先生因为这是伊转型的第一条歌，所以讲伊佫互家己一个笔名叫做表示，希望讲伊这个笔名会当佫较贴切伊的歌曲，所以无想到讲伊互这个笔名了，这个问互名词唱，名词伊家己的努力，帮阮这条歌总唱起来。所以，伊伫网络的点阅率足悬的，我会感谢名词。我的荣幸啊，有好歌，其实我嘛就欢喜，因为黄老师甲周老师，因咧写歌吼真特别每一个老师的做法拢无共，嘛拢真好，但是咱咧唱起来感觉特别的顺，我就感觉足有质感的。那歌爱佫会当一代一代传落去，大多数的台湾人会当接纳的台湾歌，责任是咱这样的拍拼的歌手身躯顶。毋则讲，我嘛要邀请黄英老师，
甲咱全世界的电影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印一个粉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多谢你来，请。老师，请坐。来，老师来，老师来。多谢多谢黄老师，老师过来爱较接行出来，甲大家交流咧。名次嘛是爱安尼，搁较大的舞台，爬起来发挥。老师多谢，名次多谢。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老师，名次咧唱稳哦，你感觉？